好多嘢係睇書可以學到翻嚟嘅。我可唔可以坐喺度半個鐘一個鐘咁睇？我係唔得嘅。過嚟上海做嘢，咁我都帶定本書，飛機上面就睇一陣嘅，即係都係睇咗10零20分鐘。我係專心唔到太耐去睇書，因為對住太多字咧，真係會攰。咁我最近而家係睇緊嗰本書叫做《原子習慣》，有好多時做改變冇嗰個恆心堅持落去。書裡面舉個例子就係，譬如奧運選手個目標都係想攞冠軍，佢做到，人哋做唔到。當中係咪裏邊嗰個訓練嘅模式、訓練嘅系統有唔同，而導致呢個結果呢？你有個目標，你訂立咗，但係最緊要係個過程，用咩方法去做，用咩系統去做。譬如建立一個新嘅習慣，我想堅持每日睇書，我將呢一個新嘅習慣，我同我日常恆常嘅習慣去捆綁一齊。譬如係刷牙前睇咗本書先，睇完先刷牙。咁唔好逼自己做得太過高要求，即係話哇我要睇半個鐘一個鐘書唔得，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唔到，我寧願將佢分開，可能10分鐘、15分鐘，堅持到落去嘅時候，我咪將呢個時間可能再加長咯。呢個我而家都自己親身試緊。